而家我哋會進行一個自我關懷身體掃描練習，讓我哋喺呢刻好好感受關懷一下自己嘅身體。首先，揾一個比較闊落嘅空間，穩陣咁企喺度，雙腳同盤骨保持同一闊度，然後可以慢慢合埋眼，深呼吸，一吸一呼，讓自己專注於當下。而家開始用意念掃描整個身體，可以由腳開始，感受腳底呢一刻嘅觸感，地面對你身體嘅支撐，然後將注意力慢慢向上移動，留心小腿、膝頭同大腿嘅感覺。感受完下半身之後，將注意力慢慢移到上半身，感受腹部、心口、背脊，留意身體軀幹嘅感覺。之後再將注意力移到膊頭同雙手，感受佢哋嘅重量同存在。最後慢慢掃描頸同頭部。如果喺啱啱掃描身體嘅過程入面，你留意到自己有一啲身體部位有唔舒服、繃緊、疲倦或者酸痛嘅感覺，可以嘗試懷住一個關懷嘅態度去靠近呢啲部位，俾佢哋知道，係啊，我留意到呢度有啲唔舒服、繃緊、疲倦或者酸痛，我哋可以用溫柔嘅態度去陪伴一下呢啲身體部位，甚至用意念輕輕按摩一下呢啲部位，照顧一下呢啲身體部位嘅需要。而家讓注意力懷抱整個身體，想象當你吸氣嘅時候，將氣息送到整個身體。呼氣，將氣息從身體呼返出去，讓身體沐浴喺溫柔嘅一吸一呼之中。最後，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帶住呢份友善同溫柔嘅覺察，回到你嘅日常生活當中。